嘅港超聯會喺9月12號正式開鑼，衛冕嘅傑志會喺旺角場主場迎戰元朗。佢哋9日之內要踢足3場大戰咁多，大家梗係要撐佢哋啦！新一個球季，我哋傑志情報站都有位新面孔介紹俾大家，佢就係我哋節目第一位靚仔主持人仔啦！大家好啊，我係傑志情報站嘅新主持，我叫人仔啊！人仔佢就初期報道啊，新嚟新豬肉，今集介紹新球季嘅部分就交俾你啦。冇問題啦，一於包我身上。響新任教練加西亞帶領之下咧，今季以衛冕港超聯為目標嘅傑志，第一場嘅對手就係上季表現時有驚喜嘅元朗。但係由於球會會響下個星期36號主場響亞協盃8強次回合迎戰科威特 SC， 星期日又要響社區盃對戰南華，9日之內有成3場大戰，唔知主教練加西亞同埋隊長盧君儀點睇呢個繁忙嘅開季呢？ First of all,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news because players and of course coaches, we like official matches more than pre-season friendly matches. Or we were practicing during almost 2 months, and it's true we had the Kuwait match, but now we start the real games in our league, and I think we have respect all the matches. We have 3 in 1 week. This is good for our team because we can use many players. We have a big squad, and it's a moment for everybody, for the players and for the fans and for all people who love soccer and would like to see like big matches. 喺9日裏邊打3場波，其實對個別球員都有啲難度，因為我相信佢哋都會有啲疲態嘅反應啦。咁我哋球隊都兵源比較充足啦，我相信9日裏邊打3場對佢哋嚟講應該冇乜問題。咁我相信9日裏邊最難打都係對南華啦。咁始終本地嚟講，南華都係我哋嘅死對頭啦。咁我相信我哋都出盡全力去對住南華。對住南華，咁我知道南華都有個左後衞非常之出色嘅，佢叫張建峰啦。咁佢雖然係賭哥啦，但係我希望都可以喺場上裏邊對住張建峰啦，因為始終佢喺左閘方面比較出色。我希望喺右閘方面可以克制到張建峰。今個星期除咗係港超聯正式開鑼之外咧，對傑志嚟講都係一個大日子嚟㗎，因為位於石門安木街嘅賽馬會傑志中心咧正式落成啦。佢哋仲喺9月9日舉行咗佢哋嘅開幕儀式添啊！依家我哋就帶大家去睇一睇當日嘅盛況，再順便去佢哋嘅新球場度行個圈啦！出發！咁其實除咗你哋今日見到所有嘅設施之外咧，其實傑志嘅基金都係喺度諗緊，我哋喺運動科學同體育即係運動科學同運動醫學方面咧，我哋都有啲嘅計劃，我哋希望之後會好同大家分享。賽馬會傑志中心耗資8400萬元，當中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提供6300萬元嘅贊助工程費用，而傑志就會負擔剩低大約2100萬元嘅工程費，同埋開幕之後嘅日常營運支出。整個中心佔地15050平方米，雖然麻雀雖小，但係五臟俱全。整個中心一共分為球場區同埋綜合服務大樓區2個部分。球場區係一片面積達到178米乘68米嘅多用途仿真草足球場，可以按需要劃分為4個7人足球場、2個休閒型嘅11人足球場，或者係一個標準11人足球場加1個7人足球場。同一時間可以俾120名嘅學員進行訓練。草地場所用嘅仿真草同埋真草嘅效果非常相近，而場內嘅填充物全部都係天然物料，唔會反射熱能，可以防止球場溫度上升，又環保又舒適。另外，綜合服務大樓提供訓練場地所需嘅支援設備，當中包括更衣室、球證更衣室、健身室、
家長等候區、醫療室、辦公室大樓、小賣部、球會精品店同埋儲物室等等嘅設施，並且由5座嘅小型建築物組合而成。其實賽馬會傑志中心建立嘅最主要目的係為香港培訓更加多嘅精英運動員，並且會由5歲開始訓練小運動員，提供一條龍嘅訓練，以小班教學模式教學，直到佢哋成功晉身職業足球員行列為止。而呢個設施完善嘅場地係會開放部分時段俾公眾租用同埋預訂嘅。只要上去傑志官網下載表格，填妥之後喺每個月1號嘅上晝10點鐘開始傳送去 booking@keeptree.com 就可以申請預訂下個月嘅場地使用，先到先得㗎。